大家好，Vicky。咁啊，啱啱睇咗呢部戲喎嚇，咁啊叫做咧《Last Breath》啊，咁啊係一部咧真人真事嘅改編嘅嘅電影嚟嘅嚇。咁啊之前就有留意嘅，咁啊所以佢上畫就去咗睇嘅喎嚇咁樣。咁 anyway 可能同大家分享下。再講落去之前啊，邀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咧，多謝你嘅支持。咁其實咧，因為呢部戲咧係根據一個真人真事咧，就係大約喺2012年發生嘅。咁啊，其實咧背景就係講咧一個即係公司啦就負責咧係即係去維護或者係即係負責保養咧，就係喺北海嘅一啲海底嘅管道啊嚇。咁啊，其實咧海底係好多，無論係運氣啊，即係輸電啊嚇，即係呢啲咁嘅海底管道，係講緊咧深度可能超過1000尺嘅海底。咁啊，亦都被譽為咧呢類型嘅工作咧係世界上其中咧最危險嘅工作。OK，咁啊真係要潛水人員咧透過一啲嘅機器咧落到好深，跟住就要走出去嗰個海底去維修啊或者去處理一啲下邊嘅一啲嘅管道嘅操作咁樣。OK，咁啊呢個事件呢，咁其實因為已經知道咩事啊嘛，咁其實呢曾經係有出過意外咁啊有一個維修人員咁啊就係被困300幾尺嘅海底咁啊又即係接近咧好長時間咁啊令到佢呢係一度係已經係缺氧啊，即係需要呢即係岸上邊或者係即係喺水上邊水面上面嘅支援人員或者其他嘅潛水員咧係落去救佢咁啊一度啊以為佢係會死嘅咁啊點知啊即係有奇蹟出現咁樣咯即係可以奇蹟生還咁樣。咁啊其實係一個咁嘅故事咁啊重演一次喺觀眾嘅眼前成個過程咁點樣驚險啊，點樣緊張咁樣，其實就係一部咁嘅意外，跟住就係救援嘅電影咯。OK。咁啊，其實咧有幾個男主角嘅演員嘅，咁啊睇個封面都睇到啦，咁啊 Woody Harrelson 啦，有啊劉思慕啦，咁仲有另一個即係英國演員就飾演即係遇事嘅嗰位潛水員啦就係呢個啦 Finn Cole 咁啊係基本上係佢幾個做晒，咁啊當然啦講係水上邊係有架船嘅咁啊吊佢哋即係放佢哋落去噶嘛，咁嗰架船當然係控制室裏邊有其他嘅人即係好緊張咁樣，點樣諗辦法呢？點樣支援佢哋呢？咁其實就係一部咁嘅戲咯。咁就係成個過程呢，就係講啦即係佢哋呢幾個潛水員就落去啦。咁其實呢係講緊有幾班人嘅，即係 A、B、C team 就係排住隊輪更咁樣去做。咁啊第一間就係佢哋啦。咁啊落到水底咁啊正常呢就係兩個潛水員落去一個呢就做支援咁樣即係喺個潛水艇咁類似咁嘅嘢。咁啊兩個落咗去之後呢，點知因為呢嗰排就係打風嘅咁啊令到呢架船呢係即係吹去第二度咁樣即係好唔穩定咁因而呢就咪會扯咗嗰啲潛水員咯，因為佢哋有會輸氧氣俾佢哋，即係有條管掹住噶嘛咁咪會扯佢哋。咁點知扯走佢哋嘅過程，佢哋都諗住呢，即係暫時撤退迴避一下。咁點知喺過程呢，就因為其中一個呢走得比較遲咁，同埋呢，佢嗰條輸送氧氣俾佢嗰條咁嘅管呢咁啊棘住咗，咁啊仲整斷埋。咁於是佢咪即係被困咗喺嗰個海底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停咗氧氣咁而佢嘅後備嘅氧氣樽咧，講緊正常咧係維持到係講緊係10零分鐘、10分8分鐘咁嘅時間咁咪咁咯咁咪被困，咁點算呢？咁其實已經咧係一路諗辦法，但係因為咧上邊大風大浪咧，亦都好難固定到架船去救佢咁啊，點解唔落錨咧即係等架船可以即係固定咧就唔得，因為咧如果落錨咁你有機會咧棘斷咗啲管道咁啊如果啲輸油管咁啊會係一個嚴重嘅生態災難咁樣咁於是咧嗰個船長亦都冇做呢個決定即係被逼咧做唔到呢個決定咁 anyway 咁啊當然啦10分8分鐘嘅氧氣梗係唔夠去維持一個
即係等候救援。咁於是呢，就係涉及到呢比較長嘅時間啦，即係超過可能係去到成個鐘頭先有機會由另一個潛水員呢翻落去拉翻佢上嚟，即係咁嘅情況。咁當然啦嚇，事件係真人真事咧，亦都知道佢都引用咗好多新聞嘅片段嚇。咁亦都知道咧呢一個即係被困嘅潛水人員，最後咧係即係當然係救翻上嚟，亦都係即係奇蹟生還，即係咁嘅一個故事啦。咁由於咧佢係一個已知嘅事實啦嚇，咁同埋咧坦白講咧，其實如果以電影嘅角度咧，純粹以娛樂啦，個事件梗係好驚險啦，係咪？即係當個受害人梗係好驚險。但係咧，如果以娛樂嘅角度去睇一部電影咧，其實咧佢唔係一部十分緊張刺激嚇，因為佢橋段咧相對唔係一啲好複雜啊，好多難關，而且係即係時間亦都好緊迫。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如果純粹以觀賞角度咧，佢唔係一部非常之緊張精彩嘅救援電影。可以咁講，咁但係即係個事件當然係真係好驚險啦。如果真事嘅話，係咪即係面對死亡咁樣嚇，即係缺氧成大半個鐘頭，最後都奇蹟生還，咁係一個咁嘅故事咯嚇。咁所以呢，以戲論戲呢，我覺得就係 OK 嚇，但係並不是十分精彩嚇咁樣。咁所以呢，如果呢部電影呢5粒星滿分呢，我諗我係會俾2粒半星。